來世邂逅。阿龍小姐一啲都冇變。喂，甲河嘅人，已經到咗服部半藏大人嘅府邸啦。伊賀龍小姐，我入得嚟嗎？係。在下係第二代半藏征走嘅兒子，我叫響八郎，但係我而家係第四代正港嘅隨從。初次見面，請你多多指教。係，你果然唔記得我。呢一次嘅事，的確係我哋一眾人將你哋由我們推去死亡度。我相信你一定會覺得好痛恨。其實你唔需要自責。係啦，你有冇刀？我冇刀喺身邊。係啊，係咁，用呢個，雖然並非名刀，但係鑄造得唔錯。得到你嘅幫助，感激不盡。係咁，你仲有冇乜嘢遺願？嗰個甲賀賢之介點啊？而家佢總算有翻意識，只不過仲係係咁，快啲帶佢嚟呢度，只要佢能夠企喺呢度就得啦。係。所有事嗰日變幻莫測，估唔到只不過僅僅10日，呢場腥風血雨咁快就已經嚟到尾聲。雖知嚴寒嘅冬天好快就會過去，長久以嚟，我哋一直都期待住新嘅季節。
盧小姐。便係，我好享受呢一刻嘅寧靜。就喺我哋前往醫世嘅途中，竟然俾我目睹引發生死鬥發展至呢個地步，呢啲全部都係偶然。而家到咗呢個階段，我哋對呢件事從來都冇插手干涉過。大人作為擔任呢場生死鬥嘅監督，希望你能夠親眼見證呢場決鬥。遲啲大人要喺大寓所大人面前呈報決戰結果嘅時候，到時請你務必秘籍知道點做。唔好再講啦！一開始你已經喋喋不休，咁係唔係連頭先你所講嘅說話全部都要呈報啊？阿福夫人。係咁，你而家仲冇乜嘢遺願。其實事到如今，我都冇乜嘢可以幫到你嘅。我乜嘢都唔需要。係啊，福寶大人，請恕我無禮。其實有一件事，我好想拜託你。呢樣嘢，我好希望你可以幫我保護。呢一樣係惡人10人組最重要嘅信物嚟。呢一樣就係我同你心中嘅祈願。我一定會小心保護。如果我離開咗呢個世界嘅話，唔會嘅，根本冇可能。
隔何言之界？照佢情況嚟睇，阿龍小姐，如果為佢着想，你要親手送佢一程。係。言之界大人，你喺度做咩啊？阿龍，你應該要盡快殺死甲賀嗰個人先至啱。我好愛你，言之界大人。真係愚昧！阿龍，
父親大人，佢哋兩個唔通向八郎係到最後喺呢度留置嘅人係2號嘅忍者，2號。喺呢個決戰場上，無論係用邊一種形式，都決定咗係2號同竹千代嗰邊勝利。一切都完啦，一切都完啦。佢真係個一世好命嘅女人。最後係2號獲勝，送去駿府城。風吹10萬次，夢喺8000年。幻月朦朧夜，輕嘆25年。係，其實我成日都喺度諗。言之雞大人同我，話唔定喺遠古嘅時候，我哋屬於同一個靈魂，而呢兩個分開咗嘅靈魂，而家都只不過係希望回歸到原始嘅狀態，就係因為咁，所以我先對言之雞大人你。如果我哋真係同一個靈魂嘅，咁就一定會互相牽引。無論大家係相隔萬里硝煙又好，定係輪迴再生幾多次都好，都一定會。都一定會。慶長19年10月，大阪東之戰；元和元年4月，大阪夏之戰，豐臣氏滅亡；元和2年4月，大御所德川家康駕崩；元和9年7月，德川家光與名竹千代成為德川家第3代將軍。你要去2號嘅感覺神社？係，因為我要去交還一樣嘢。但係都冇必要你自己特登去一趟啊！無論如何，我都想親手終結呢一件事。你呢份人真係好奇怪，
講起嚟，父親大人，被已故嘅家康大人丟棄嘅嗰份人名卷軸，唔知而家喺邊度咧？我都唔知。國泰民安嘅日子終於都來臨，醫學樂隱村，仲有甲巷萬谷，為咗德川家繼位嘅事而展開互相廝殺嘅兩族，而家得到永久嘅榮辱。聽聞而家雙方有少數嘅人已經開始逐漸冰釋前嫌。阿龍，言之界，被黑暗時代毀滅嘅人，我唯一可以做到嘅事，就係你交託落嚟